公款舞狮创办人刘小璐，一个优秀的舞蹈家，是新竹竹东客家子弟。伊创立公款舞狮都近30年，规10年同舞蹈韩国客家文化尽职业来努力来表达。伊咩是原文舞狮第一代嘅团员，提出是42年嘅原文舞狮创办人林怀民，伊形容刘小璐像牛嘅腔样安表，咪像义工义山地步嘅义工腔样哦，都是当中展现客家大妈嘅精神。伊希望后场们要永远记得一个同生命分享本舞蹈嘅客家式舞蹈家。跟客家百音三个过期考嘅各地武装元素嘅创作都好，上次啲讲客人上网做填写，有条时节有啲讲客种生活嘅水准比统。公办舞狮创办人刘小璐以出舞蹈作品，攞一間客家嘅代表精神表現出來，伊用以最後嘅舞蹈來傳承客家文化。每設啲頭一屆全國客家年嘅活動，帶來個新式又精彩嘅客家舞蹈表演。客家有當到3個，但是冇舞。兩本我兩團員當到機會去研究當代客家舞蹈。在光環的最初期，它有一个舞叫做愚公移山，这完全是刘少庐的精神，几乎也是客家人的应景的精神。愚公移山，他一辈子都在跳舞，都在愚公移山。過後跳舞嘅劉小璐係1949年喺新竹竹東出世，韓細就歸為體操球水韓國拔樹嘅。1968年考到國立師範大學體育呢，開始學現代舞。創業過後加入原文舞獅，下後過去到美國來學編舞，一直到1984年歸來台灣，停定創立公辦舞獅。而喺1991年發現出汗對舞蹈有幫助，就有為個我愛有來跳舞嘅想法。2年過後推出頭一出我愛有舞蹈，開創嘅現代舞新風格。1998年得到第2屆國家文藝獎嘅肯定。韓國以20萬跟客家文化融合啲舞蹈地度，所以以每第2007年得到第1屆客家貢獻獎嘅功用。少璐是一個憨厚、直爽的人，他的頭腦不會拐彎，他講話不會拐彎，他甚至於講話都很少，但是他要動，他要跳舞，舞蹈是他真正的語言。劉小璐嘅舞蹈創作能量過豐富，就算得到嘅鼓勵唔係依多，而係喺條累累嘅繼續建造。他的堅持，他的努力，是想到他的時候，對我來講是一個動力。說少璐都這麼拼了，我們要加油！我希望年輕的舞者們，要記得這個人，這樣的拼過，這樣的放光過。你舞台就已經負天就負天啦。更有應付天，所以我是舞蹈係用來耕者，舞蹈係農夫。也個客家舞蹈家第一家打造嘅舞蹈世界地圖出心出力，也當中幾度艱辛，而從來唔是怪演，每目標會得到馬嘅，所以有一個舞台好表演，而就幾滿足嘅。講到客家同舞蹈，就係劉小璐。也佢話係林懷民對一個落身跳客家舞嘅舞蹈家一定深嘅懷念。客家新聞林建佑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